點解會喺呢度起有關客家文化嘅建築物俾人參觀嘅？牛潭尾附近就有竹園村啦。牛潭尾同隔離竹園村嘅客家源頭好深，晚清1890年前後，惠州、博羅嗰邊嘅客家先民都搬過嚟，斬竹開荒起咗竹園村，慢慢形成咗村落。呢一路都保留住濃厚嘅客家風土文化，所以牛潭尾就有濃厚嘅客家文化。咁市集呢係會定期舉行有關傳統客家童玩，製作一啲有關客家文化嘅小遊戲，例如竹簷、打沙包、竹槍，仲會舉行美食攤位，會製作客家傳統小食，例如鹽焗雞、客家釀豆腐，傳承客家文化。咁有得市集就梗係有服務站啦，服務站嘅外觀呢都係以客家嘅風格去建造嘅。咁內裏就會擺放一啲客家文化嘅導覽手冊同埋景點嘅介紹冊。咁我哋就仲會擺埋一啲傳統嘅服飾、照片、家具同埋裝飾品，去展示客家嘅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化特色。咁樣除咗進行到建築保育之外，仲可以有結歷史保育添。呢個市集真係好有趣啊！除咗有遊戲可以玩，仲可以更加了解到客家嘅文化，仲有食物添，真係完美嘅搭配。咁樣建造全部都係為咗展示客家文化。我哋行遲少少就有一個關於生態保育嘅巴士站，我哋而家去睇下啦。我哋而家嚟到巴士站，咁巴士站方面我就交翻俾呢一度嘅導遊解釋啦。好啊，咁而家就為大家介紹牛潭尾全新特色巴士樞紐計劃。呢個項目最大嘅亮點就係喺巴士站上蓋打造空中公園，公園就會以水獺同埋錦鯉為主題。咁樣做係因為牛潭尾曾經有人發現水獺，而且亦都係本港主要嘅錦鯉養殖場嘅集中地，完美展現咗當地嘅自然同埋文化特色。原來都會設有呢一個嘅生態水池、涼亭同埋唔同嘅設施，透過雨水收集、種植本土水生生物、垂直綠化牆去過濾車輛廢氣，達至碳中和，同時為市民去提供乘車、休憩同埋賞景嘅綠色空間，立體化咁樣去利用呢一個嘅土地資源，就可以節省用地。呢度仲打造咗多功能運輸交匯樞紐，整合咗唔同嘅交通工具服務，同埋呢一個嘅電動車充電設施、自動泊車系統、單車停泊設施，鼓勵民眾去泊車轉乘，咁就可以舒緩路面擠塞。我哋都增設咗記憶長廊，透過舊相、儒家文物等，咁就去用二維碼去口述呢一個嘅歷史，令到大家喺候車之餘都可以認識到牛潭尾獨特嘅錦鯉養殖歷史。規劃圍繞生態旅遊、建築保育、改善人居、留存牛潭尾風貌與人民底蘊。呢個規劃真係好有心思，貼當咗當地嘅特色、生態、交通、文化，真係好完善。上蓋公園仲有雨水收集同垂直綠化，環保之餘又實用。既然講得交通方面，咁我就帶你去埋單車徑啦。我哋而家身處嘅牛潭尾單車徑，結合咗生態同埋旅遊保育，途經錦鯉養殖場同埋堯城墓廟，沿途亦都設立咗錦鯉觀景平台，加呢一個嘅歷史解說板去展示香港養魚業嘅發展。我哋都規劃咗4季花木景觀，令到春夏秋冬都有獨特嘅風景。現旁亦都設立咗呢個嘅休息站、文創市集同埋環保竹片祈福長廊，用竹片去寫低呢一個嘅願望，掛喺一旁嘅小竹棚，咁就保留咗傳統嘅祈福文化。市集旁邊亦都會售賣本土嘅濃茶同埋客家糕點，亦都會定期去舉辦呢一個嘅傳統糕點工作坊，令到呢啲客家文化得以傳承。呢啲就係呢條單車徑嘅特色啦。既然我哋都要去下一個景點，不如你跟住我踩單車，我帶你去體驗一下牛潭尾嘅風景啦。呢度嘅風景真係好靚，一路踩單車，一路感受到大自然嘅優美。喺唔同月份，仲有唔同嘅風景。喺呢度住嘅人過嚟踩單車，真係有福。咦，我見到前面有一間學校，咁呢啲嘢又同客家文化有冇關係呢？你真係眼尖啊！而家學校就係我哋下一個嘅景點。至於有啲咩特別，我就梗係交翻俾呢一度嘅導遊講啦。歡迎大家嚟到呢間學校參觀啊！呢間學校就同客家文化冇關，但係同牛潭尾嘅未來就好大關係。大家睇完咁靚嘅花海單車徑同埋堯城墓廟，除咗藍綠生態，一個社區要留得住人，最緊要就係睇佢哋嘅社會配套。喺教育方面，同啱啱提到嘅客家傳統文化就冇乜關係，但係佢同牛潭尾嘅未來就有住極之重大嘅關係啦。我哋以人、生態、環境為核心，通過教育系統嚟吸引人才，做到牛潭尾發展與歷史嘅保育。結合完善嘅教育配套，我哋就會喺中小學嘅教育用地推動國際化嘅教學資源同埋本地嘅教育融合，注入 IB 嘅課程元素，目標係吸引海外嘅創科專才家庭落戶，提升社區教育質素。同時等專才子女喺本地圍村同學童一齊學習，促進視野同埋本土客家文化嘅跨文化交流。我哋參考咗大埔麥爾文國際學校嘅成功經驗。下面係15分鐘新舊共融生活圈，我哋確保居民喺行路或者踩單車15分鐘內可以直達各項設施。喺綠色市集同埋服務站會引入一啲文創小店同埋露天 coffee shop， 並配合我哋嘅客家文化展示，等新舊居民共同參與傳統工藝工作坊同假日市集。咁樣唔單止可以激發本地嘅消費，創造就業，仲可以幫我哋宣傳客家文化，注入現代活力，營造新舊居民嘅共融氣氛。